口罩墨镜戴紧紧，这名被害人的心虽然非常沉痛，但还是站出来呼吁大家不要相信网络上的投资广告，因为前后汇款5次，被诈骗金额高达170万。投资10万块去想多投资看看，然后就是用那个美金去换，因为要避3万换成他们说是国际金融的那个账户才能去购买黄金。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公布10月份诈骗发生状况，受理总件数1492件，财损9亿2150万，较上个月减少1亿319万。假投资、解除分期付款，还有是假网拍、假交友，还有是假中奖这总共这5项呢，占总数的大概是有61.7%。那有关于财损的一个前5名，那依序呢是属于假投资、那假冒机构以及公务人员。从数据来看，显见假投资害人不浅。警方呼吁全民不要轻易相信稳赚不赔。今年8月份，警政署建制打诈仪表板，每日更新诈骗相关数据，让市民朋友增加防诈意识。那我们台南市呢的所有的市民呢，也可以到这个打诈仪表板里面去，能够来查询我们台南市以及全国呢各县市有关于民众呢受诈骗，以及我们各单位呢每月的诈骗的一个情形哦。另外，台南市警局运用刑事警察大队以及各分局量能，同时结合金融机构和超商，今年总共拦阻下2343件诈骗案，金额9亿5792万，名列全国第一。更破获121起诈骗集团，车手防治查缉成效也是6都第一。记者盛怀台的报道。